嘛是我的某，有这个代志，我一定会讲。中国，你捌记过吗？对呀，这次佚佗3个月啦，是讲哦，敢有较碰皮呢？哎呀，还是毋是啦？为着囡仔，你无闲搁再插政治啊啦！就是为了囡仔，为着会生才要插政治。啊，无像这款政府，囡仔是要安生存落去的。我毋是囡仔，我家己有准在。有去过。那信甲平英的头一个查某囝，伫清心病院开业的迄一年出世了。